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这个三大指数集体下跌都是微跌可以说叫震荡调整吧。截至收盘，沪指跌0.12%。深成指跌0.43%，创业板指数跌1.09%，北证50跌2.11%。虽然是微跌但是成交量还放大了，两市成交额2.5万亿左右，比昨天放量800亿。所以说从成交量上看，似乎问题不大，资金还是十分活跃的，金融消费者还是摩拳擦掌的。但是今天呢，下跌的比上涨的多，3300多只股票下跌，只有1000多只是上涨的，所以对金融消费者来说是买单的一天。我看今天这个活跃的又是芯片板块，还有这科技股。这个寒武纪再次成为股王股价再次超过那个茅台。每次寒武纪股价一超过茅台，就会引发这个股指的震荡这个大摩现在出来提示风险了说这个大摩出最新的研报他说光模块多数利好已充分反映，建议部分获利了结。他的观点就是在过去几个月股价大幅上涨之后，我们认为光模块行业的基本面利好已被市场充分反映，当前市场情绪过于乐观，建议投资者逐步获利了结，保持纪律性。有人从这个各种社交媒体搜索平台等等进行关键字搜索，比如说牛市、基金、股票、开户、佣金等等就这些关键字搜索，发现跟往年所谓的牛市相比，甚至跟去年10月8号之前相比，这些关键字的搜索指标都是波澜不惊，完全没有牛市该有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可以得出个结论，并没有出现散户拿着钱对吧蜂拥而至冲进胡市，这个场景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一次的主力资金是场内的杠杆资金，还有这个一些私募，还有保险资金因为它是配置的需要，有增量资金进来。保险机构国有大行都已经被这个保险机构买爆，买到要举牌然后一部分银行存款由于这个利息不停的下调，所以一部分存款它被迫就转入理财市场，通过理财市场有一部分资金也进到股市，就是所谓的这个银行里面的高净值客户，它也是资金配置需求就像咱们在那个会员节目里面说的一样，咱们从去年9月份就说了要配置对吧，本来是100%的存款钱都是存在银行，现在要拿出一半出来进行配置。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很多人就像咱们一样，那他们配置呢，当然有人就会比咱们要激进一些，咱们配置是那种低风险 R1 等级的货币基金那有人就配置的就是 R2 或者是风险更高的那种权益理财产品，债券的，这个股市的，还有混合型的，那当然就一部分钱流到股市就这么简单，量变到质变。所以说现在说它是水牛一点都不过分，所以它一直能维持在这个对吧1万亿以上的成交，1.5万亿多的，现在多就是2万亿、3万亿。那这些资金现在已经布局好了，抄起了镰刀，现在就等着散户进场接盘。那散户也不愿意进去因为散户一没钱，第二个怕了，割怕了。那现在就是在这种双方的博弈之中，对吧？这边是这个号召各种这个引诱散户进场，场外的散户就死活不进去，像极了这个房地产市场，对吧？政府一轮又一轮的救市，各种这个表演，但是这个他就是不买房，韭菜就是不买，一个道理所以说咱们有理由相信虽然它是沙滩上建高楼，对吧？它是一种行为艺术，是表演，但是只要散户坚持不进去，那他这个表演恐怕就不能停，这就是一直的表演，直到他实在是就是精疲力尽，维持不了了，那高楼就塌了。现在就像那个俄乌战场上，对吧？大家所看的到底是说乌军的军队崩溃的速度快，还是俄罗斯经济崩溃的速度快？很多专家不都这样说吗？那胡适就是这散户这种蠢蠢欲动的这种心这个散户的这种耐心、这种忍耐持续时间长，还是这个场内资金机构他们表演，他们在这里面天天吹喇叭，看谁坚持到最后，看谁能坚持时间长，对吧？统计局刚公布的8月份的 CPI 又是通缩勒紧裤腰带，难道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炒股吗？对，这个也说不过去北京的这些中产都跑到新发地去捡菜叶子吃了，哪还有钱去炒股总不能在股市里面一掷千金，结果生活中到处捡菜叶子吧？所以只能是接着奏乐，接着舞击鼓
鼓传花，这鼓不能停啊。这个我看有媒体报道啊，说这个宁波证监局和宁波市公安局对今年查取一起内幕交易违法案件进行普法教育，向全社会传递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决心和力度。又是个内幕交易啊，这是一对90后的投行小夫妻，这个可以说妥妥的啊，他夫妻俩人都在投行，而且在券商那个投行部门啊，都是90后小年轻，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就这2个人啊，正好他们投行负责宁波金达的一个并购项目，也就是重大资产重组啊。这个2024年4月，这个王某夫妇啊，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投行人员参与宁波金达并购项目，代号叫春雷。那他当然就知道了这些内幕信息啊。这夫妻2个人啊，就动了心思了，通过他人账户，就是用别人的账户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累计买入宁波金达股票9万股，最终获利是6.5万元。监管部门的处罚啊，是没收违法所得6.54万，罚款60万啊，老公罚40万，老婆罚20万，恐怕工作也要丢啊。这个又是一起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他这个金额恐怕还够不上刑事责任。这个新村长上台以后啊，这1年多时间，给人感觉啊，对这种违法行为执法打击力度啊，确实比以前大了。所谓的零容忍，那明显的啊，处罚多了嘛。但是不是啊，能杜绝这个现象，这个咱们不好说啊，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就是说，你打掉几个没有用啊。比如这个夫妻俩，你罚他60万有什么用呢？不痛不痒啊，倒是丢了工作啊，那么对他们打击要大一点。我们看看这个胡一静老师啊，聊胡一静老师啊，咱们先要聊一下这2天啊一个热点新闻呢，一个热搜，就是关于那个预制菜的这个罗永浩啊和那个西贝两人爆发了口水战。这个事情的起因啊，我也看了一下媒体报道，说这个最近罗永浩啊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吐槽西贝，说几乎全是预制菜，还那么贵。说希望国家尽早推动立法，强制饭馆注明是否用了预制菜。本来这个预制菜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大家是褒贬不一的，有一部分人是特别抵触这个预制菜的。所以这个罗永浩对吧，他这个在网上影响力也比较大呀，所以他这么一发之后，把这个预制菜啊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对这个西贝啊也造成很大的压力。对于罗永浩的这个吐槽啊，这西贝的老板啊贾国龙，他就回应说没有一道菜是预制菜。大家看视频啊。其实对啊，其中有2道菜还是点了双份啊，其实是3道菜，总加起来是5道，4个男的1个女的啊，最后剩下就是羊排剩一点，烤鱼剩一点，因为那俩上的晚了啊。最后我们这个服务员我说，吃怎么样？挺好，挺好。结账走人，然后要不要那个积分呀？啊，说还要啊。这1个小时之后，就西贝全是预制菜，真恶心。还说了个啥了？啊，西贝全是预制菜，没说难吃，又贵，说难吃了吗？没说难吃啊，说真恶心啊，真恶心，还贵，是吧？你刚说积分呢，他也是西贝的会员。什么？他是西贝的会员。肯定不是他呀，肯定买单的肯定不是他呀，肯定不是他呀，是他的助理了、朋友了，不知道，肯定不是他。这是西贝的贾国龙，对吧？他把这些服务员、后厨的人叫到边上，然后好像是给记者在解释啊。这个事情上了热搜，我看各大媒体啊，大家都在讨论，甚至连那个网红超市友大爱老板他也发了一个帖子，叫力挺西贝，感谢西贝啊，提供了什么质量食品，大概这意思啊。就这个事情，胡一静老师，我看他今天写了个评论，他说啊，罗永浩斥责西贝几乎都是预制菜，实在是太恶心。西贝起诉罗永浩，引起关于预制菜话题新一波关注和讨论。老胡呼吁有关专家和机构及时发声，以解重祸，以振市场。这个西贝的那个贾国龙他说，他要起诉罗永浩。罗永浩说，那你起诉你赶紧来，对吧？我就等着你起诉呢。然后罗永浩说了，他悬赏啊10万块，让人提供啊这个西贝用预制菜的这个证据，他悬赏啊征集这个线索，征集证据，双方有来有往。这胡一静老师说啊，呼吁有关专家和机构及时发声。为什么呢？胡一静接着写啊，他说西贝说没有一道菜是预制菜，这与人们对预制菜的通常印象有区别，这当中像
像是掉入一个文字游戏。经过中央厨房和食品工厂加工过的食材再送到门店，行业对于他们算不算预制菜的定义与老百姓的看法大概不太一样。这个胡静老师说是对的啊，就是说什么叫预制菜？从这个西贝贾国龙的这个角度来说，这都不叫预制菜。你们脑子里想象那都不叫预制菜。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对吧？消费者对预制菜有个定义啊。什么叫预制菜呢？消费者的定义就是你不是当我面做的现炒的，大概其就是预制菜，对吧？尤其是那种包装袋子、真空袋，对吧？你一撕开，然后往那个锅里一倒，或者往微波炉里一放，那肯定是预制菜，不用说了。实际上啊，胡静为什么向专家求助呢？向机构求助，实际上就是呼吁啊，我们要规范什么叫预制菜。因为到现在这个阶段，预制菜这个概念确实是模糊啊，是吧？那个说按照我们现行标准呢，现行没有标准啊，就是按照我们很多人的消费者通常的理解啊，那很多西餐那都是预制菜，那我们现在很多中餐那也能勾得上是预制菜，对吧？很多菜经过加工啊，它已经是半成品了。你比如那个肉丸，对吧？牛肉丸等等啊，那算不算预制菜？所以说现在要把预制菜这个定义啊，对吧？也给它标准，也给它确定，否则的话啊，这个西贝的贾国龙跟这个罗永浩呢打官司也打不明白，就是我们说的都不是一件事，那你说怎么打官司？最后都是误会。所以这个胡静老师说啊，他说客观说啊，他说现在大型商场是城市餐饮的主阵地，里面又大多是连锁餐饮机构，他们供应的许多菜品在百姓看来都有预制环节，纯现产现宰现做餐馆如今大概只有街边的餐饮小馆。一说起预制菜，很多人还是会有心理不适感，说他们恶心，应当是这种抵触的气话。胡静说啊，包括老胡本人，有时吃着吃着想起他们都是预制菜，顿时就会有点扫兴啊，甚至有点被商家忽悠的感觉。他说，但冷静下来一想，超市里就有很多半成品的菜品在销售，从梅菜扣肉到宫保鸡丁，要啥有啥，拿回家稍一加工就成了。另外又想到，我们的农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工厂化了，我们吃的猪牛鸡鸭，喝的牛奶，吃的鸡蛋，都已经是农业工厂生产的。厨房工厂化，尤其是公共食堂工厂化，很可能是大势所趋。在一些微信群里，老胡看到一些人讨论说，厨房工厂化是有优势的，主要在于它有利于食品安全监管。厨房工厂出来的食品在营养构成上以及在卫生安全上都能得到更好的保障，但是色香味是否会比现洗现宰现炒有所损失呢？是否将我们的饮食文化异化了呢？这是值得展开来讨论的。这胡静老师最后说啊，所以我觉得罗永浩如西贝的这场争论挺有意思，我们大家一个习以为常又隐忧难却的生活疑点被他戳中了。老胡觉得质疑者的情绪并非他一个人的，同时我也感慨商家大概也有他们的难言之隐，他们被时代的列车和站台上的莫衷一是乘客们撕扯着。我本人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希望知道答案的人为我和我这样的人指点迷津。你看啊，这是非常少有的啊。胡静老师这回非常谦虚了啊，不再是老胡认为，老胡这个觉得，变成老胡求教，老胡请教。关于这个预制菜这个事情啊，我从去年前年的吧，我做节目我就说了，我是特别支持赞成预制菜。我们食品安全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些路边摊，对吧？这个卫生安全，你根本就没办法保障，但是我们每个人还吃得滋滋有味，对吧？这个食品安全问题，这每天的这个媒体都有揭露，从这个幼儿园拿颜料，对吧，给小孩做面食，到这个汤里面加氢大霉素，到这个凉茶里面加布洛芬，对吧？还有什么小吃里面加复方什么，反正吗啡啊，对，还有火锅里面加罂粟壳的，对吧？还有把上一波客人没吃完的蘑菇、鸡腿把它挑出来给下一波客人吃，至于什么地沟油回收的这个火锅底料，那就更是数不胜数。就这些东西，你说我们怎么解决？执法成本太高，对吧？你抓一个小店，他倒闭了，后来接手这个人接着干一样的干法，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预制菜成为一种可能。因为最后啊，因为现在我看了一下报道，咱们预制菜厂家有7万多家还是70万家，反正太多。虽然这么多，但是比那个你满大街的那个小餐馆还是少了很多。随着以后啊高度这种专业化、充分竞争，这个预制菜的这个品牌啊，恐怕也会整合越来越少啊，恐怕就变成700家或者7000家。那你7000家，你全国你就好监管了，对吧？你这个预制菜里面有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好监管、好溯源，对吧？好监督。所以说啊，这个预制菜对解决食品安全，我觉得非
非常有利，所以我是非常支持啊，双手赞成预制菜。但是至于预制菜那个口味，对吧？色香味，咱们中国人吃饭还要讲究色香味，对吧？就是预制菜这个色香味叫锅气，是不是要差一点？这个肯定的，但这个也能解决。还有就是啊，预制菜，对吧？也有质量问题。但是这个都能解决。预制菜有的，你看它的保质期，对吧？它的冷冻条件、储存条件、运输条件能不能达到等等啊？它也有这个安全问题。但是这个就比较好监管了，比较好监督，总比那个大街上那餐饮馆子要好监督吧？你说大街上那餐饮馆子那个后厨你都不能进去啊，那老鼠、蟑螂，对吧？污水横流，对吧？你吃了多少外卖是在厕所里做的？所以我对这个预制菜我是坚决支持。但是不代表说啊，你大力发展预制菜，你对它不监管，对吧？它发现的问题你不去处理，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它有很多缺点，也要去大力去解决。同时啊，既然是预制菜，消费者有权利知道，对吧？这些经营户、这些商家、这些餐馆，你不能拿这个玩文字游戏。是预制菜你就给人标上预制菜，是现炒的就是现炒的。我们消费者有知情权，作为消费者啊，应该大大方方的，应该调整心态。包括胡一静老师，对吧？要调整心态，要接纳预制菜。胡一静老师说的饮食文化会不会被异化？我觉得胡一静老师这个说法啊，非常的这个有点叫固步自封啊，有点叫停滞不前。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谁告诉说是就不发展了？我们现在吃东西和唐朝人吃东西是一样的吗？不要说唐朝了，我们现在吃东西跟清朝都不一样啊，对吧？我们现在吃东西跟民国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吃东西跟改革开放之前都不一样。我们的饮食文化也在发展，也在进步啊。我举个例子啊，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啊，除了四川、云南、湖南吃辣的，绝大部分地方是不吃辣椒的，对吧？你可以问一问你们家里的长辈，很少吃辣椒。辣椒就是辣椒，辣椒是一道菜，但是不会什么菜里面都放辣椒。现在啊，全国你说还有几个地方不吃辣椒的？做的什么菜都要放辣椒，什么菜都不叫无辣不欢。全国各地都是川菜馆、湘菜馆，满大街都是，对吧？东北菜里面也放辣椒啊，徽菜里面也放大量的辣椒。我现在我看就是粤菜啊，粤菜好像放辣椒的还少，但是你现在去粤菜馆啊，它也有那个辣的菜让你选，这在过去的难以想象啊。我小时候我们这儿吃菜，我们讲究的味道叫鲜美，也不是辣。如果你们家做菜放辣椒，那说明你们家那个肉啊、那个鸡啊、那个鱼啊，如果放了辣椒，那就说明那个鸡是死鸡，不是宰杀的，很有可能是鸡瘟。那个猪肉用辣椒炒，那就说明你那个猪恐怕是得病死的。鱼也是的，死鱼，你用辣椒是为了掩盖那个味道。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你要什么菜不放辣椒，没人吃啊，这是不是一个饮食文化的异化呀？对吧？对一个广东人来说，他本来从来不吃辣椒的，现在被迫天天吃辣椒，这难道不叫饮食文化异化吗？所以说啊，我们的饮食文化也在进步啊，也在变化，随着时代啊，随着这个人的人员流动，对吧？我对这个罗永浩和西贝贾国龙之间的这种口水战，我有另外的看法。首先一个啊，他俩人这么一争执啊，得到好处的是消费者，理越辩越明，对吧？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知道了啊，这个什么是预制菜啊，西贝到底有没有卖预制菜，对吧？预制菜到底怎么样？甚至啊，也有可能有关部门促进啊，这个有关部门啊立法或者是这个规章制度、行业标准要早点完善，这个对消费者来说，对经营户都是好事。然后网友参与讨论，这都是良性的啊。我看有网友留言说，全美国人都在社交平台上争论美国的言论自由、政治暴力。就是那个枪杀那叫科是吧？他说我们中国人显然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因为我们不仅可以讨论美国的言论自由、政治暴力，我们还可以讨论预制菜，大家畅所欲言，那还是我们比美国先进100年呢，没毛病啊。罗永浩没有因为他指责西贝是预制菜而面临被抓的风险，对吧？罗永浩自己也是直播带货，也是卖东西的，他卖的那些东西有没有问题呢？而西贝的这个老板贾国龙，对吧？对着记者、对着媒体在那解释啊，我这没有预制菜，哎，而且他也想要用法律的武器啊来保护自己，对吧？你罗永浩，你当面说不错，背后给我来一枪，我要用法律武器。这个都没错，你看，这都是良性互动啊，这个都是有利于预制菜这个行业发展的。罗永浩本人他也不反对预制菜，也就是现在纯粹反对预制菜的人其实很少。罗永浩无非也是要一个叫知情权，所以我们在对比，对吧？很多事情你这样一对比，你就发现问题出在哪。网红超市，对吧？有一个卖石头的、卖玉石的一个，也是直播带货的，对吧？哎，
他说网红超市卖的那石头是假的，不是和田玉，以次充好，卖假货。结果这哥们儿已经进去了，也就是当你质疑一个企业卖假货，结果把自己质疑进去了。我不知道罗永浩质疑这个西贝是预制菜，会不会把自己给整进去？为什么罗永浩质疑西贝是预制菜？那这个有关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为什么不去马上去给他背书呢？对吧？去检查说西贝这个没有预制菜，对吧？网红超市那个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我记得是大过节的。放假期间休假期间，对吧？急忙上门给人家抽查，检查完之后背书说没有假货。所以同样你看看，同样都是民营企业，同样都是企业，面对这个不怀好意的吧，这些人无端指责，说他卖假货，说他卖预制菜，这个地方人反应不一样，企业反应也不一样，对吧？网红超市就说了，我把我这超市给关了，我不开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理解我？结果他一说要把超市关了，感觉天塌了，对吧？那个直播卖玉石的那个带货的惨了。所以我们比较一下，那罗永浩会不会有这个待遇呢？西贝的贾国龙老板，他为什么不学那个网红超市，对吧？他应该当众宣布，我也把这个西贝他是连锁那个餐馆全国不少家而且这个贾国龙他自己下面好几个品牌都是做餐饮的，他是连锁。他为什么不说我把我所有的餐馆都关掉，我心寒了，我给你们吃这么好的菜，结果你说我是预制菜，为什么不呢？我觉得贾国龙他应该试一下，他这么一弄的话，会不会有关部门把罗永浩给逮起来？这个完全你看现在第一，北京的餐饮业本来现在就是风雨飘摇，是吧？困难重重。这个西贝又是民营企业，对吧？你罗永浩这个时候趁餐饮行业这么惨，对吧？这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正在要保护的时候，你居然跑出来黑民营经济，你居心何在？难道不应该把他抓起来吗？所以说罗永浩质疑西贝是预制菜，你看网上现在大家讨论的没有往这个民粹这块走，这就是不同的地方。首先一个这个贾国龙他没有大爱，对吧？贾国龙你那员工一个月多少钱？你那保洁，对吧？你的保安一个月多少钱，对吧？你赚了钱，你是不是都分给员工了？没有没有大爱，没有大爱，对吧？那就没有人支持了，对吧？你的员工有没有去日本旅游，对吧？你那个员工你有没有拿2%、3%的这个岗位或者10%岗位用来接纳那些刑满释放的？有没有，对吧？你有没有要求员工，对吧？结婚的时候只能5桌或者3桌？有没有？都没有，对吧？你本质上就简单的说，你就是西贝那个贾国龙，你没有大爱，没有大爱，那他就没有忠实的粉丝，把他神化推向神坛，也就是没有忠实的护法。所以当这个西贝遭到罗永浩这样人攻击的时候指责的时候，没有他的这个死忠粉，他的这些叫信徒挺身而出，这就是差别。同样都是民营企业，大家分析分析是不是一模一样，对吧？一个是网红超市被别人指责他是卖假玉石，结局是什么？结局演变成大家对玉石这个根本就不关心，关心的是情绪，对吧？你居然人家这个有大爱，你居然还抹黑人家，污蔑人家，这还了得？这是我们的偶像，这是我们目前仅存的唯一的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你还抹黑他？不抓你抓谁？你看到贾国龙这儿，那大家都在认真讨论预制菜这个事情，讨论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形成一边倒的对谁喊打喊杀，对吧？这个罗永浩也有粉丝也有忠实粉，当然了，罗永浩也有争议，对吧？这网上黑他的人也很多，所以你看网上也没有出现对西贝喊打喊杀的，对吧？很多人跟胡锡进是一样的，虽然胡锡进本身本能的他是抵触预制菜的，但是他也对西贝给出谅解就是餐饮行业这样恐怕也是没办法。就是胡锡进这种心态代表了很多这个网友，就是他本身恐怕他的预制菜他本能的身体不适，就感觉你说你吃个肘子是上个月做的，对吧？你吃的这个红烧肉是上个月做的，你想一想心里就不得劲。但是他也对这个商家，对吧，给予理解，没有喊打喊杀。同样的这个支持西贝的，他也没有对罗永浩喊打喊杀。所以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地方，就是大家心平气和的讨论，对吧？预制菜。所以通过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网红超市它已经走到一个叫宗教化。你不能批评，你也不能有任何，你只能赞美。如果你不赞美，你就把嘴闭上，这个才值得我们警惕。所以说罗永浩跟西贝之间的这个口水战，这个争议，谁是输家我不知道，但是赢的一定是预制菜这个行业，对吧？只会对预制菜这个行业有利。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